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名册，最近是出现一篇的大文，是咱的邦交国史瓦蒂尼的王室讲要请一个会乡煮中餐的台湾总铺，一个月薪水高达22万。真侪人看到这篇，拢想讲这是诈骗的广告。也毋过，这个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来证实，讲这是真的哦。讲史瓦蒂尼真正是要请一个台湾总铺。前总统蔡英文去年出访友邦史瓦蒂尼，联合展现好交情，那王室嘛爱食台湾味。最近社群顶头流传史瓦蒂尼王国想要找台湾都市。旁边想要找出史瓦蒂尼王国王室中餐的多姿赛，做工作内容包括设计菜单或者特工的饭菜和宴会料理，佮规定其中9成爱传中式料理，卖训练当地多姿赛学变怎处，薪水当然济，特工做8点钟，8个礼拜含固定假日的工课规定报销，一个月薪水5400块美金，加上艰苦加急1630块美金，等于一个月薪水最要新台币22万。一年企业那么，佮互你一个月25%的奖金。这个确实是真的，真才的讯息啦，是带他们真，但没想到就是一炮而红。目前大家来投履历的这个状态还蛮踊跃的。这不是诈骗的消息，嘛不是史瓦蒂尼王室第一摆在台湾找投资赛。过去各协会嘛捌斗相共直接中餐投资的机会，而且这个店就是点10几年，薪水真悬，当然嘛有条件，还得要求在咧高中级以上餐饮相关科系，而且嘛有办过大型宴会经验，3年以上的中餐证照和基本的英文沟通，嘛爱会晓设计菜单。主厨的这个薪资都是属于这个高薪的一个等级哦，特别如果这种中破塞办桌的能力的话呢，这个通常都有台币年薪100万的一个水准。那当然，如果有机会前往国外来工作的话呢，当然会有翻倍的一个这个机会。薪水开真悬，当然下真侪人注意。加上史瓦蒂尼当地物价增加，一定会当欠真侪钱。不过出国到真远的所在，尤其特别列出艰苦加急，就知影这份工课真正是一大考验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